首先就係靈魂小組啦，根據每一個靈魂嘅發展程度咧，大概分咗類先，然後咧就會將擁有相同特質嘅靈魂咧去分去同一個組裏邊嘅。例如就係你嘅自我意識啦、認知覺察啦、表達方式同你個內在嘅渴望。之入邊就有 case 咧，就講到其中一個靈魂小組咧，透過呢個表演欲組成嘅，咁亦都可以理解為咧某種程度嘅自戀傾向，表演型人格。佢哋認為咧，地球係一出好大型嘅舞台劇，每個人都只係參大舞台製作嘅演員嘅。佢哋嘅指導靈咧，仲俾佢哋去嘲笑係呢個馬戲團嘅團長，或者係呢個舞台嘅總監啦，要成日整一啲巡遊出嚟嘅。而的確係因為呢個指導靈咧係比較浮誇啦，佢咧身就着藍色長袍啦，戴住一頂高高嘅尖帽，仲有一個飄逸嘅白鬍鬚。咁喺靈魂做緊 peer evaluation 嘅時候咧，閃住一個藍色嘅火花閃亮登場，就相當之有表現欲嘅呢位指導靈。睇得出啦，呢個靈魂嘅小組佢哋共通點咧係比較有呢個表演欲嘅。咁佢比較癲咧，亦都唔守成規，醫人嘅聚集地啊，全部都係大家要望住我嘅。所有靈魂咧同埋指導靈嘅風格都差唔多啦，佢哋先會係同一個靈魂小組裏邊嘅。